老師，我冇真係打佢，係佢叫我打嘅。幼稚園醫務室門口，4歲男仔江小瑜抱住書包，塊面貼住一塊貼到歪歪斜斜嘅膠布，認真到好似開緊董事會。旁邊5歲女仔林暖暖即刻掩住佢把口，急到塊小面紅晒。你唔好講，我哋講好要等爹哋媽咪一齊嚟先可以開始相親。話音啱落，走廊兩邊同時響起腳步聲。左邊係着住洗到發白恤衫，一路跑到喘晒氣嘅單親媽媽林之夏，右邊係一身黑色西裝，啱啱由公司董事會趕過嚟嘅半山總裁江玉森。兩個人見到對方嘅一瞬間，面色同時變咗。江玉森嘅目光落到小瑜塊面上，忽然停住。個細路抬起頭，黑亮嘅眼睛一眨都唔眨咁望住佢，下一秒竟然衝過去抱住佢條大爪，奶聲奶氣啖叫：爹哋，你終於嚟啦！成條走廊靜到只剩低冷氣聲。林之夏僵喺原地，手心一瞬間全係冷汗。佢以為呢一世都唔會再見到江玉森，更加冇諗過係兩個小朋友用一場假打交，硬生生將佢同佢推返入同一個局入邊。件事要由2個鐘頭前講起。嗰朝早講到一間國際幼稚園上緊親子手工堂，其他小朋友都有爹哋媽咪陪住整紙飛機同小屋，得林暖暖坐喺角落，一邊用粉紅色蠟筆畫屋企，一邊偷偷望住隔籬班過嚟嘅江小瑜。江小瑜係江家嘅小少爺，平時由司機同保姆接送，着得整整齊齊，講嘢慢慢地，好似個小大人。不過佢今日都冇人陪，佢面前張手工紙上畫住一架車，車旁邊企住一個高高嘅男人，卻冇媽咪。暖暖湊過去，細細聲問：你爹哋係咪都好忙啊？小瑜點頭，佢日日開會，開完呢個開嗰個，屋企人話佢就快要結婚，但佢唔開心。暖暖嘆咗口氣，放低自己把小剪刀。我媽咪都唔開心，佢日日喺花店企到腳痛。夜晚仲要幫我縫校服，佢話佢唔需要人照顧，但我知佢偷偷喊過。2個小朋友你望我，我望你，忽然好似發現咗同一個秘密。小瑜由書包入面拎出一本皺巴巴嘅繪本，揭到最後一頁，上面畫住王子同公主。老師話2個孤單嘅大人見面，如果啱啱好合適，就會變成一家人。暖暖眨住眼，咁我哋安排佢哋見面咪得咯。小瑜諗咗好耐，認真提出第一個方案。我哋扮病。暖暖搖頭。我媽咪一聽到我病咗，肯定會先喊，唔適合相親。小瑜又話：咁我哋迷路。暖暖更加用力搖頭，危險，唔可以。最後2個小朋友商量出一個自認為最安全嘅辦法，假裝打交。只要老師通知雙方家長，爹哋同媽咪就會同時趕嚟學校。暖暖仲驚個計劃唔夠逼真，攞紅蠟筆喺小瑜塊面點咗一下，小瑜痛到皺眉。你輕手啲，我係演員，唔係真係壞人。暖暖又喺自己手臂貼咗一張膠布。鄭重淡點頭，我哋係為咗家庭幸福。結果2個人啱啱喺積木區扮推撞，就俾老師嚇到面青口唇，白淡分開。件事一下子鬧大咗。林之夏接到電話嗰陣，正喺中環一間婚禮花藝公司送養花，佢着住舊帆布鞋，手上仲黐住玫瑰枝嘅刺。聽到孩子打交4個字，連車都等唔切，抱住工具袋一路跑入幼兒園。佢以為暖暖受咗委屈，直到見到個女安然無恙坐喺椅上，仲心虛淡將腳尖縮入椅底。佢心入面嗰碗石頭啱啱放低，另一拗更重嘅石頭就壓咗上嚟，因為佢見到江玉森。5年前嗰個雨夜，江玉森喺機場貴賓通道前同佢講：林之夏，我最憎人呃我。嗰句說話好似一條刺插喺佢心入邊足足5年。嗰陣佢只係江家旗下酒店嘅實習花藝師，陰差陽錯救過江玉森一次。2個人由互相睇唔順眼到相愛，本來以為可以有將來，可江家突然傳出聯姻消息。江玉森嘅二叔江柏蓮又攞住一份偽造嘅收錢離開協議，逼佢走。更攞命嘅係嗰晚佢發現自己有咗，卻喺去話俾江玉森知嘅路上，俾人倒喺醫院樓梯間。對方播咗一段剪接過嘅錄音俾佢聽，
話江如心已經相信佢係為咗錢先接近佢，只要佢唔走，就會令佢肚入邊個孩子永遠見唔到天光。林之夏嗰陣年輕，冇背景，亦冇人撐腰，為咗保護孩子，佢咬牙簽低離開協議，拎到九龍舊區，將暖暖生咗落嚟。佢以為江如新憎佢，以為佢哋之間早就冇解釋嘅機會，可而家佢企喺佢面前，依然冷峻，只係眼底比5年前更加深沉。江如心同樣震驚，佢冇諗到老師口中同江小如發生衝突嘅家長，竟然係林之夏。更令佢心口猛然一沉嘅係暖暖。小女孩企喺林之夏身邊，鼻尖有粒好淺嘅小痣，笑起上嚟右邊有一個小酒窩，同江家老爺子年輕相入邊幾乎一模一樣。江如心盯住佢睇咗2秒，又低頭睇抱住自己大中唔放嘅小如。小如仰起塊面，一面理直氣壯：爹哋，你唔好扮唔識，你睇我同你細個嗰陣一模一樣，你頭先都睇得出係嗎？老師尷尬啖咳咗一聲：江先生、林小姐，2個孩子其實冇真係受傷，佢哋頭先承認係特登安排你哋見面。林之夏面色一白，趕緊掹低握住暖暖嘅膊頭。暖暖，點解要咁做？暖暖眼眶即刻紅咗，卻仲係忍住冇喊。媽咪，你日日話自己唔辛苦，可我聽到你半夜咳。我想幫你揾一個唔會要你搬花，唔會要你一個人整燈膽嘅人。小如亦細細聲補充：我爹哋都需要，佢喺屋企好大間房瞓覺，可我覺得佢好似一個人困喺城堡入邊。孩子嘅說話好似2粒小石仔，輕輕掉入大人壓咗好多年嘅湖面。林之夏心入邊又酸又慌，想帶暖暖離開。江如心卻先一步開口：林小姐，既然係誤會，我叫司機送你哋。林之夏即刻拒絕：唔使，我哋自己走。佢嘅疏離令江如心無色暗咗暗。5年前佢不告而別，5年後佢仲係咁，似係隨時會喺佢眼前消失。就喺呢個時候，暖暖突然由口袋攞出粒細細嘅銀色袖扣，遞到江如心面前：叔叔，呢個係媽咪盒入邊嘅嘢，佢每次搬屋都帶住，我覺得一定好重要。小如話：重要嘅嘢要還俾重要嘅人。林之夏伸手上攔，已經嚟唔切。江如心睇清袖扣嗰一瞬間，成個人僵住。嗰係佢5年前喺慈善晚宴遺失嘅袖扣，背面刻住一個好細嘅 S。佢一直以為係俾林之夏攞走，係佢貪慕虛榮嘅證據之一。可而家呢粒袖扣俾一個叫林暖暖嘅小女孩攞出嚟，似係由舊日裂縫入邊滾出嚟嘅真相。江如心聲音低咗幾分：呢樣嘢點解會喺你度？林之夏將暖暖護到身後，過去嘅事冇必要再提。江如心望住佢：對我嚟講有必要。幼兒園呢場烏龍本來應該到此結束，卻因為呢粒袖扣，令所有人都冇辦法再扮若無其事。當晚，江如心冇返半山大宅，而係坐喺車入面，睇住林之夏拖住暖暖行入深水埗一棟舊樓。樓下花店燈光昏黃，林之夏換上圍裙，將賣剩嘅向日葵重新收枝。暖暖坐喺高腳凳上寫字，寫一陣就抬頭睇媽咪蠢唔蠢。江如心隔住車窗睇咗好耐，心入邊好似俾啲嘢輕輕磨住。佢身邊嘅助理周啟低聲講：江總，我查過，林小姐呢5年一直喺呢附近生活，開咗一間小花店，幫婚禮公司接單，冇結婚記錄。嗰個小女孩叫林暖暖，今年5歲。江如心閉咗閉眼，5歲。時間好似一條鎖匙，咔一聲打開咗佢唔敢碰嘅門。佢問：出身醫院呢？周啟遲疑，資料俾人喐過，查唔到完整記錄。江如心擘開眼，眼底冷咗落去。可以喐到醫院記錄嘅人喺江家唔會太多。另一邊，林之夏亦一夜冇瞓，暖暖趴喺床上，小手捉住佢嘅袖：媽咪，我係咪做錯咗？嗰個叔叔係咪我爹哋？林之夏喉嚨一緊，佢想話唔係。可個女嘅雙眼太乾淨，乾淨到佢唔忍心再用大人嘅大話保護佢。
佢只係輕輕摸住暖暖個頭。有啲事媽咪仲未諗好啲講，但你記住，無論有冇爹哋，媽咪都好愛你。暖暖卻細細聲講，但係媽咪，有爹哋愛你，你就唔使咁勇敢啦。呢句說話令林之夏擰轉身，眼淚爭啲跌落嚟。第二日，江家半山大宅亦唔平靜。江老爺子聽講江雨森喺幼稚園見到林之夏，手上指茶盞微微晃咗一晃。佢其實一直記得嗰個女仔。5年前林之夏離開之後，江雨森好似變咗另一個人，工作更狠，說話更少，仲答應收養江小魚。江小魚名義上係江雨森早年故友嘅遺孤，實際上係江雨森二叔江柏年偷偷抱返江家嘅孩子。江柏年話孩子父母雙亡，身世可憐，又攞出一堆睇落完整嘅文件，勸老爺子俾江雨森收養，既可以穩住江家慈善形象，又可以令江雨森學識家庭責任。可老爺子呢幾年總覺得小魚嘅眉眼同江雨森太似到唔合常理。江柏年聽到消息之後，面色卻比任何人都難睇。佢最大嘅算盤就係想俾自己嘅私生子江小魚頂住，江雨森養子嘅名義留喺江家，將來趁江雨森冇親生孩子分走繼承權。可佢冇諗到，小魚根本唔係佢嘅孩子。5年前，佢派人由醫院偷走林之夏啱啱生落嘅男嬰。本來想用嚟威脅佢，點知中間出咗差錯，負責辦事嘅護士良心不安，將孩子送咗去福利機構。江柏年後來揾到孩子，發現個男嬰生得似江雨森，索性偽造資料，將佢包裝成故友遺孤送返江家。佢以為一切天衣無縫，點知而家林之夏帶住另一個女仔返嚟。更加糟糕嘅係，江小魚嗰個小鬼竟然主動抱住江雨森叫爹哋。江柏年坐喺書房入面，指尖一下又一下敲住台面，最後撥通電話，將5年前仁安醫院嗰個舊護士揾出嚟，仲有林之夏母女，盯緊啲。幾日之後，幼稚園舉辦家長開放日，暖暖同小魚好似兩個做錯事之後暫時停戰嘅小盟友，被老師安排一齊表演童話劇。林之夏本來唔想去，可暖暖抱住佢條腰撒嬌，媽咪，你唔嚟，我個花仙子就冇觀眾啦。佢只好請咗半日假，冇諗到啱啱入禮堂就見到江雨森坐喺第一排，旁邊仲空住一個位。小魚遠遠見到佢，即刻揮手，暖暖媽咪呢度。一班家長齊擦擦望過嚟，林之夏硬住頭皮坐低。台上暖暖着住小花裙，小魚戴住紫皇冠，本來應該同台詞講公主同王子一齊保護城堡，結果小魚太緊張，將台詞讀成咗爹哋同媽咪一齊保護小朋友。台下笑聲一片，暖暖急到跺腳，偷偷提佢，你又講錯啦。小魚卻一本正經，我覺得呢個版本比較好。林之夏尷尬到耳根發燙，江雨森嘴角卻難得彎咗一下。表演結束之後，一個打扮精緻嘅女人忽然出現喺禮堂門口，佢叫許萬林，係江家安排俾江雨森嘅聯姻對象，亦係江柏年嘅合作夥伴。佢見到林之夏，先係驚訝，然後笑得溫柔又得體。林小姐，好耐冇見，冇諗到你而家連幼稚園活動都可以參加，睇嚟呢幾年過得唔錯。呢句說話聽落客氣，實際上好似一根幼針，提醒所有人林之夏身份低微，仲曾經離開過江雨森。林之夏冇退，只係淡淡講，帶女參加活動同過得好唔好冇關係，孩子需要我就嚟。許萬林目光落喺暖暖塊面上，眼神一瞬間變冷，又好快恢復笑意。女真係可愛，不過唔知孩子爹哋係邊個，點解從來冇聽你提過？林之夏仲未開口，暖暖突然抬頭，阿姨，我媽咪話冇禮貌嘅問題唔使回答。老師都話靚衫唔代表心都靚。周圍幾個家長忍唔住低聲笑。許萬林面色一僵，江雨森伸手將暖暖牽到自己身邊，聲音平靜卻帶住壓迫感。許小姐，幼稚園唔係江家飯局，唔適合你審問人。呢係5年嚟江雨森第一次當眾護住林之夏。林之夏心入邊一震，
卻冇俾自己軟落嚟。佢牽翻暖暖，對江雨森講：多謝，不過我個女，我自己會保護。江雨森望住佢倔強嘅側面，忽然意識到5年前佢恨佢離開，卻從來冇真正問過佢當時到底有冇得揀。真正嘅轉折發生喺一個雨夜。嗰晚，林之夏送花去半山酒店，為一場訂婚宴佈置宴會廳。佢冇諗到訂婚宴嘅主角竟然係江雨森同許曼林，更加冇諗到江雨森本人根本冇承認訂婚，只係江家二房借媒體放風，想逼佢點頭。林之夏抱住一箱白玫瑰，企喺宴會廳門口，進退兩難。許曼林故意行過嚟，輕聲講：林小姐，5年前你收咗錢離開，今日又帶住孩子返嚟，係咪胃口比以前大咗？佢將一張舊協議複印件戳到林之夏手入邊，上面赫然係林之夏嘅簽名同一筆500萬轉賬記錄。林之夏面色發白，呢筆錢我冇攞過。許曼林笑：有冇攞過唔重要，其他人信你攞過就夠。就喺呢個時候，暖暖由洗手間方向跑出嚟。佢本來被林之夏交託俾酒店兒童區嘅姐姐照顧，卻因為擔心媽咪偷偷揾咗過嚟。小女孩見到許曼林手上張紙，忽然指住上面嘅簽名講：呢個唔係媽咪寫嘅。許曼林一愣：小朋友唔好亂講嘢。暖暖認真搖頭：媽咪寫夏字，下面嗰橫會翹起，因為佢教過我寫好多次，呢個冇翹，係其他人學媽咪寫嘅。一句童言，好似燈光下突然亮起嘅刀鋒。林之夏怔住，江雨森啱啱趕到，聽到呢句說話，佢攞過協議，望住嗰處細微差別，面色一點一點沉落去。許曼林仲想解釋，宴會廳大屏幕卻忽然跳出一段監控畫面，原來小瑜都嚟咗。佢被司機帶到酒店等江雨森，路過後台嗰陣，聽到許曼林同江柏蓮通電話，講嗰個小女孩唔可以留喺江雨森身邊，5年前嘅醫院記錄唔可以被翻出嚟。小瑜聽唔係好明，只知道呢啲係壞話，於是用兒童手錶錄咗落嚟，又誤打誤撞撳到投屏設備，畫面唔清，聲音卻清清楚楚傳遍成個宴會廳。江柏蓮喺電話入邊講：當年我可以令林之夏孭鑊離開，今日一樣可以令佢再滾一次。小瑜嗰邊，你唔使擔心，只要佢唔知道自己係邊個，佢就永遠只係我哋手入邊嘅牌。江雨森聽到最後一句，眼神徹底冷咗。小瑜企喺門口，面色白晒，手入邊仲闖住兒童手錶。佢唔明咩叫手入邊嘅牌，只覺得心口好難受。江雨森行過去掹低，將佢抱入懷裏。你唔係任何人嘅牌。口語忍咗好耐嘅眼淚終於跌落嚟。咁我係你嘅邊個？江雨森喉結滾動，低聲講：等爹哋查清楚，一定親口話你知。嗰晚之後，江雨森開始徹查5年前嘅事。佢冇再用命令嘅口吻逼林之夏回頭，而係將查到嘅每一份資料都放到佢面前，請佢一齊睇。舊護士被揾到嗰陣已經病得好重。佢當年收咗江柏蓮嘅錢調換病歷，後嚟良心唔安樂，偷偷留低咗一隻 BB 腳環同一份原始出生記錄。記錄顯示林之夏當年生落嚟嘅係龍鳳胎，男嬰俾人抱走，女嬰因為突然出黃疸留喺保溫箱，先逃過一劫。嗰隻細細嘅腳環上面刻住編號，同江小瑜福利機構檔案入面嘅編號完全吻合。親子鑑定結果出嚟嗰日，香港落住好幼嘅雨。林之夏坐喺醫院走廊，手指一直揸實報告邊緣，幾乎將張紙揸到皺晒。江雨森企喺佢面前，聲音低啞：小瑜係我哋嘅仔，暖暖亦係我嘅女。之夏，對唔住，呢3個字佢欠咗5年。林之夏眼眶紅咗，卻冇即刻原諒。佢抬頭望住佢：江雨森，你知唔知我最難嘅唔係一個人生孩子，亦唔係開花店養暖暖，最難嘅係每次佢問我爹哋喺邊，我都唔知應該點講。你俾人呃，我亦俾人逼，可孩子嘅5年，邊個都還唔起。江雨森沉默咗好耐，最後只係點頭，
我知道，所以我唔求你即刻原諒我，我只求你俾我機會，將虧欠一啲一啲補返。唔係用錢，唔係用江家嘅名分，係用時間。真正嘅風暴卻仲喺後面。江老爺子壽宴嗰日，江柏年打算最後一搏。佢聯合幾名二房親戚喺半山大宅當眾質疑林之夏帶孩子返江家嘅目的，仲攞出偽造嘅精神評估同債務資料，暗示佢呢啲年生活混亂，唔適合撫養孩子。許萬林亦扮出受害者模樣，話自己只係俾江玉心辜負嘅未婚妻，成堂賓客竊竊私語。林之夏拖住暖暖同小瑜企喺大廳中央，冇喊亦冇躲。佢今日着住一條淺色連身裙，係自己改過嘅舊裙，卻企得不直。江柏年冷笑：林小姐，江家唔係邊個抱兩個孩子嚟就可以分一杯羹嘅地方。林之夏啱啱想開口，暖暖忽然舉起一個透明文件袋：二爺爺，你講大話！所有人都愣住。暖暖將個袋遞俾江老爺子，入邊係一張舊相同一個護士名牌。原來壽宴前一日，暖暖同小瑜喺江家書房玩捉迷藏。暖暖轉入舊櫃入面，發現夾層有一個鐵盒，入面藏住江柏年同當年嗰個護士嘅合照，仲有幾張匯款單。小瑜記得爹哋講過，舊嘢有時會講嘢。兩個小朋友冇亂喐，只係悄悄交俾林之夏。林之夏順住匯款單查落去，先揾到江柏年當年轉賬俾護士嘅證據。江如心當場叫周啟播放完整錄音同醫院原始資料，又請嚟嗰名舊護士嘅視像證詞，證據一件一件擺出嚟。江柏年嘅面色由鐵青變成灰白，江老爺子嬲到隻手都震。你為咗爭家產，連啱啱出世嘅孩子都敢喐。江柏年仲想狡辯，江如心已經叫律師同警方人員入門。許萬林見勢色唔啱，想將責任全部推俾江柏年，卻俾小瑜一句說話堵住。阿姨，你嗰日喺酒店話小女孩唔可以留喺爹哋身邊，我有錄音。童聲唔大，卻令全場靜晒落嚟。許萬林終於失咗體面，俾人帶走嗰陣，再都笑唔出。二房親戚一個一個低低頭，頭先仲喺度議論林之夏嘅人，此刻全部都唔敢望佢。江老爺子行到林之夏面前，蒼老嘅聲音帶住愧疚：孩子，係江家對唔住你。林之夏冇趁機羞辱任何人，只係輕輕握住暖暖同小瑜嘅手。我今日嚟唔係為咗要邊個低頭，我只係要我嘅孩子知道，佢哋唔係見唔得光嘅秘密，佢哋係俾媽咪拼命保護落嚟嘅寶貝。呢句話講完，暖暖哇一聲喊咗出嚟，撲入佢懷入面。小瑜亦紅住眼靠過去，第一次細細聲喊媽咪。林之夏成個人一震，隨即緊緊抱住佢。江如心企喺旁邊，眼眶亦紅咗。佢終於明白，所謂豪門名分，所謂繼承權，喺兩個孩子失而復得嘅擁抱面前，其實都輕得似紙。風波之後，江柏年因為偽造文件、拐帶嬰兒同商業侵佔被正式調查。許萬林參與偽造證據，亦付出咗應有代價。江家二房被清出核心公司，江老爺子親自召開家族會議，承認林之夏同兩個孩子嘅身份。但林之夏冇即刻搬入半山大宅，佢依然每日開花店，送暖暖同小瑜返幼兒園。江玉心亦冇再用總裁嘅方式安排一切，而係笨拙淡學做爹哋。第一次去接孩子，佢將暖暖嘅芭蕾舞鞋同小瑜嘅足球鞋攞反。第一次整早餐，佢將雞蛋煎到似一幅黑色地圖。第一次陪林之夏去花墟，佢抱住一大紮玫瑰俾刺激咗好幾下，卻冇叫痛。暖暖趴喺櫃台上面偷笑：爹哋，你追媽咪追得好辛苦喎。小瑜認真糾正：唔係追，係補功課。老師話欠咗功課要慢慢補。江如心望向正在收花枝嘅林之夏，低聲講：係，我補一世。林之夏手上動作一頓，冇回答，嘴角卻輕輕彎咗彎。後來某個周末，江如心帶佢哋去山頂睇夜景，維港燈火亮起嚟嗰陣，暖暖忽然將小手塞入林之夏掌心，又將另一隻手塞俾江如心，中間仲唔記得拉埋小瑜。
佢仰起塊面講：以前媽咪話屋企唔係一間屋，係有人等你。咁而家我哋算唔算一個屋企？林之夏望住個女，又望住失而復得嘅仔，心入邊嗰塊凍咗5年嘅地方，終於慢慢暖翻。江如新冇急住俾答案，只係蹲低，認真對兩個孩子講：算，但係爹哋仲要努力，令媽咪都覺得算。小瑜點點頭，好似小老師咁，拍咗拍佢膊頭：咁你要乖啲，唔可以再惹媽咪喊。江如心輕聲答應。夜風吹過，暖暖突然諗起啲嘢，得戚淡講：所以我哋嗰次假打交係咪好成功？林之夏即刻板起塊面，呢件事仲未完，返去寫檢討。兩個小朋友同時苦晒面，江如心卻忍唔住笑咗。林之夏望咗佢一眼，亦終於笑咗出嚟。原來有啲重逢唔係大人安排好嘅體面局面，而係兩個小朋友用最笨、最天真嘅辦法，將因為誤會而分開嘅爹地媽咪重新拉返埋一齊。5年委屈唔可以一晚抹平，可由嗰晚開始，林之夏唔再係一個人整燈膽，一個人搬花，一個人面對孩子嘅問題。半山大宅嘅燈為佢留住，舊區花店嘅門亦照常開住。江如心學識喺忙完董事會之後趕去接孩子，學識喺落雨天替佢擔遮，學識唔再用差異代替詢問。暖暖同小瑜亦終於明白，童話入邊嘅王子公主唔一定一開始就圓滿，有時佢哋會走散，會誤會，會遲到好耐好耐。但係只要有人願意將真相揾返嚟，願意將虧欠補返嚟，屋企呢2個字就仲可以重新亮起燈。